但是听课无听学的公办直播教学，都来得到真大回响，甚至协助全国师生伫厝线顶学习。课程当中，教育局强调，指导学生食的健康相当重要，所以伫网站嘛特别设立营养教育专区来提供学习资源。其中就包括饭前5分钟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教育局长嘛亲自推广。那么在各位同学每天，那么在学校用餐之前，那么播放叫餐前5分钟。那么这些内容对各位怎么选择食物，怎么来吃，那么才会健康。那么有非常多的知识，那么非常多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每一个同学，那么会选择食物，那么身体力行，知道怎么吃。如果你吃得健康了，再加上适当的运动，我相信每个孩子都会非常的健康，身材会越来越棒哦。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认真的看，更重要的把它消化吸收，就像各位用餐一样，全盘吃光光，对各位的健康一定会有大的帮助。我们出生的时候会有出生证明，出国时要办护照，都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哦。小朋友，你知道蔬菜也有自己的身份证吗？教育局表示，这款饭前5分钟的食育，嘛是滇市109学年度率先全台推出，以学校营养午餐作为教学素材，结合在地鱼类、牛奶、柑仔米、加零零作为主题，由专业的营养师亲自说明，教大家什么是健康餐盘，逐天爱安怎吃，才当增强抵抗力。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小学堂面对美国猪肉的开放进口，为了确保全体学童饮食的健康，台南市国中小校园的营养午餐已要求一律使用国产猪肉。在选购肉品食材时，务必认清肉品产地的来源。选购具刚好趁着这个公版直播课程，我们有自主的学习网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专区，就叫做餐前5分钟的一个专区。那所以孩子他除了看公版直播课程，如果在非同步的时候，他还可以再点阅这些餐前5分钟的一些教学的内容。这个有帮助，就是让家长跟孩子一起共学，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的一个资源里面去发现我们今天中午午餐或晚餐在煮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些我们所这个给的一些事例。那另外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更了解我们台南市本身有哪些农产品。每个月教育局拢会推出不同的主题影片，嘛欢迎亲子做伙学习，让大家有够健康。但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